嗱，馬鞍道粵海城咧，呢個樓盤喺馬鞍道上一直都係有啲特別嘅，佢唔算話馬鞍道上賣得最平嘅，亦都唔係話配套最齊整嘅一個啦。但係有一批客戶咧，佢睇完馬鞍道一圈之後，最後都會揀粵海嘅。我喺馬鞍道呢個地方咧，由有樓賣開始到而家已經係超過有6年紮根喺呢個板塊㗎啦。我觀察到咧，買粵海嘅客戶大部分都唔係話第一次嚟馬鞍道睇樓嘅，佢哋之前睇過招商中興，又或者南部嘅雅居樂或者係灣中新城，反覆對比過好幾輪之後咧，最後會揀喺粵海。反而嗰啲第一次嚟嘅，要麼就係俾招商嘅價格入門檻比較低啊，打動咗；要麼咧就係為咗便利性或者係配套揀咗中興。咁粵海之所以吸引，我總結嘅原因就係睇多咗，大家會發現啊，島上嘅規劃咧，佢唔係馬上立竿見影嘅。比如地鐵啦，佢預計係2029年通車，而且目前通嘅係南沙，有規劃到深圳，但唔係話馬上就可以落地哈。所以咧，現階段呢批客戶響馬鞍道買樓會更加考慮嘅，比如小區環境啊、採光啊、居住嘅氛圍啊，呢啲睇得到、實實在在感受得到嘅效果。咁粵海呢個樓盤咧，就係俾到我哋一種好放鬆住落嚟咧，好有舒適度嘅一個感覺哈。當然本身粵海呢個小區都係一個高層嘅小區嚟嘅，呢個我就唔會迴避㗎。但係行入呢個小區嘅時候，你會發現啦哈，佢住上嚟嘅整體嘅居住體驗感係唔同嘅，因為佢容積率響馬鞍道、北部、中興、招商、粵海3個嚟對比咧，包括萬科、世浩岸，佢嘅容積率只有2.5，係嗰幾個樓盤裏邊比較低嘅一個。最寬嘅樓間距可以拉到300米，喺小區裏邊哈，唔止話睇外邊。所以你喺呢個小區裏邊生活，你唔會俾有種鋼筋水泥包圍住嘅一種壓抑感。講嘅就係呢種感覺。甚至我之前有位客戶哈，幾年前已經係買咗保利天匯嘅啦，之後咧又買咗套粵海，為嘅就係呢種舒適度。所以粵海呢個盤你話值唔值呢？呢個問題冇話標準嘅答案，包括買其他樓盤就係睇我哋買房嘅第一出發點，我哋嘅需要點係乜嘢？咁如果你唔想話花太高成本響馬鞍道上車啊，咁招商嘅門檻相對係低一啲嘅。咁如果你係每日需要通勤深圳嘅上班族，靠開車或者係搭公交車嘅，咁中興呢，佢嘅位置會更加方便。但係如果你唔想話載住嗰種好逼傑嘅高層，想揾一個安安靜靜過一個小資生活嘅小日子，想過得輕鬆一啲呢，咁粵海可能係會更加對你嘅胃口。馬鞍道呢幾個盤呢，各有各嘅特點啊哈，冇話邊個好或者係唔好嘅，搞清楚自己買房嘅方向或者係定位先至係最重要嘅。咁如果你有需要嚟粵港澳大灣區中山買房嘅，都可以嚟揾我呢個土生土長嘅中山本地人啦哈。我可以幫你響馬鞍道高效精準優選好房，幫你一次性選對房選好房。